大家平時早餐最中意食咩？一碗熱辣辣嘅牛腩河，定係乾炒牛河，定係屋企阿媽成日買翻嚟煮嘅散裝米粉？我哋廣東人一日三餐真係離唔開粉，河粉、腸粉、奶粉、米粉，總有一款啱你心意。但係你知唔知，你碗粉隨時可能食壞腦，食到入醫院？我有個朋友做咗10幾年米粉廠，最近頂唔順良心責備，同我哋爆料。佢話而家啲粉廠水好深，為咗慳成本、延長保質期，乜嘢都加得出。佢話就算係佢自己出去食飯，都盡量唔叫粉食，除非知佢點嚟。今日我就同大家整理咗呢一份米粉黑名單，唔係老作，係有血有肉嘅教訓，仲有政府嘅警告。尤其係第3種，佢話食得多真係會縮腦。小朋友同老人家千祈唔好掂。第一種，街市冇遮冇掩嘅裸裝濕粉，行過街市成日見到有檔口將啲河粉、米粉就咁攤喺度，或者求其用塊濕布冚住。阿媽成日話就咁買就係新鮮，大錯特錯。我朋友話呢啲濕粉、河粉、腸粉、米線水分含量高達60至到80%，根本係細菌嘅溫床。如果佢哋冇放喺雪櫃0至4度，就咁擺喺室溫，唔使幾個鐘就會開始滋生椰毒假單胞菌。呢隻菌好可怕，佢會產生一種叫米酵菌酸嘅毒素。米酵菌酸有幾把炮，佢超級耐熱，你屋企滾水點椰都好，100度都殺佢唔死。落鑊炒兩炒，更加係等於幫佢加熱咋。食咗之後，輕則肚經嘔吐，重則可以破壞你嘅肝臟、腎臟，甚至腦部神經，真係會縮腦㗎。政府都出過警告，話呢啲濕粉保質期極短，通常得24小時。你永遠唔知街市嗰堆粉擺咗幾耐，摸過幾多隻手。所以見到冇包裝、冇雪住嘅散裝粉，千祈咪買。第2種，聲稱純天然，但係發得好靚仔嘅乾米粉。好多貪方便嘅人會買乾米粉返屋企存貨。但你知唔知有啲乾米粉可以放足半年都唔發毛、唔變味，仲要白雪雪、滑捋捋？呢啲多數有蠱惑。朋友爆料，有間喺廣西嘅米粉廠，舊年就因為出事，佢哋生產嘅乾米粉被人驗出違規，添加咗苯甲酸及其鈉鹽。咩嚟㗎？即係防腐劑咯。國家標準列明，米粉呢類嘢係唔準添加呢種防腐劑㗎。但係啲廠商為咗等啲粉可以擺得更耐，唔怕受潮變壞，就偷偷加落去。雖然呢次驗出嘅量未必會即刻食死你，但長年累月食落肚會加重肝臟負擔，尤其係小朋友會影響發育㗎。所以買乾米粉千祈唔好貪平貪靚，見到啲米粉白得唔自然，或者包裝上嘅成分表鬼鬼祟祟，就唔好買。朋友教路真係冇添加嘅乾米粉，顏色會少少偏黃，唔會話太白，而且好易斷，唔會韌到扯都扯唔斷。第3種，包裝上寫住當日生產，其實已經過咗期嘅濕粉。翻到第3種，呢個就係我朋友話最陰功，直頭叫佢做縮腦毒藥嗰款。你以為去超市買嗰啲封住保鮮紙，寫住今日生產嘅盒仔河粉就安全？太天真啦！有唔少冇良商家會將尋日賣剩嘅粉拆開包裝，洗一洗，浸一浸水，等佢漲翻啲，再揾新保鮮紙包過，貼個新日期標籤，就當新鮮貨賣出去。呢啲所謂翻新粉啊，其實已經擺咗超過24小時。正如頭先所講，濕粉一過咗保質期，就算表面冇異味、冇霉點，甚至睇落仲好正常，但其實可能已經產生咗致命嘅米酵菌酸。呢隻毒素最毒嘅地方係乜？朋友用咗一個好恐怖嘅形容詞：縮腦。醫學上雖然冇呢個詞，但係中毒之後，毒素會攻擊中樞神經系統，令人神志不清、抽搐，甚至陷入昏迷，對大腦造成不可逆嘅損傷。同縮腦有咩分別？最慘係呢隻毒素冇得醫，冇特效藥，死亡率超高。所以大家買濕粉，千祈唔好信晒個標籤，一定要用鼻聞下有冇一陣酸熟味，用手摸下係咪滑潺潺、黐立立。如果係，即刻掉咗佢，千祈唔好諗住慳家炒嚟食，因為你屋企個鑊係炒唔死啲毒㗎。第4種咧，包裝脹卜卜，好似吹脹咁嘅真空粉，有時見啲鋪頭做特價，啲真空包裝嘅米粉漲到成個波咁，仲要賣得平過人。你以為自己執到寶，
朋友話你係執到生化武器。如果包裝脹起，代表細菌已經喺入邊大量繁殖，產生咗氣體。呢啲細菌裏邊好大機會就有嗰啲會產生毒素嘅壞東西。就算未過保質期，只要包裝漏氣、脹袋，成包嘢已經變咗質。仲有買濕粉記得睇清楚儲存條件，有啲寫明要冷藏保存，但係鋪頭就求其擺喺貨架上賣，呢啲都係高危一族。第五種聽都未聽過嘅3無嬰兒米粉，呢個可能離地少少，但係有小朋友嘅家長一定要聽。呢度講嘅唔係我哋平時食嗰隻，而係小朋友食嘅米糊。之前有報道爆出，有個叫英仕嘅牌子，俾人發現入邊有異物，好似係蟲，仲要係喺未開封嘅情況下。雖然間公司出嚟澄清，話自己係自家工廠生產，工藝好嚴謹，130度高溫殺菌，唔會有蟲。咁但係呢件事令人關注到一個問題，咁好多 BB 食品品牌咧，其實都係靠代工嘅，即係揾第二間廠幫佢哋生產，貼佢哋個牌子。朋友話代工模式本身冇問題，最怕係品牌自己都冇監管，求其揾間山寨廠做。有啲廠為咗令米糊更香更滑，偷偷加啲唔應該加嘅嘢，或者生產環境唔衛生，搞到入邊生蟲，有金屬碎屑。小朋友食咗落肚，後果不堪設想。雖然呢一種唔係我哋日常早餐食嘅粉，但係都係米粉，同樣要小心。總結一句，朋友最後嘆咗口氣，同我講：而家做食品，良心值幾文錢。佢話自己都決定轉行，因為成日要睇住啲衰嘢，良心過意唔去。所以我話大家買粉食粉，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。一，幫襯有信譽嘅鋪頭，最好係有得睇到佢即場拆包裝嘅。二，盡量買預先包裝好、有齊生產日期同來源嘅產品，睇清楚佢個儲存溫度。三，買返屋企，就算未到期限，只要覺得氣味、質地唔對路，就要即刻撇。千祈唔好諗住用重口味嘅醬汁去掩蓋，因為你係掩蓋唔到毒素㗎。食得係福，但係食錯嘢，分分鐘變成禍。希望大家記得呢5款米粉，尤其係嗰啲會縮腦嘅毒藥，見到就掉頭走，咪貪平貪方便，累咗自己同屋企人。你最近食粉有冇遇過咩古怪經驗？留言話俾我知，等人哋都警惕下。